呢你啊？那么大岁数，你怎么能好意思那么说他呢？怎么是？你知道咋回事？你上养老院。多大岁数你也不能这么说他呀？怎么的？干你啥事儿？你算啥？我算啥？我也不能让你这么，我不能让你这么欺负一个老人。你有没有点道德了？还没有。你知道我们家怎么回事？你愿意发到哪儿发哪儿去，我他妈不怕你。你熊逼色，你瞅你长那个逼样。别哪有事儿哎，你老人你别那么使劲整他。整他咋的？哎呀，都是干你啥事儿？我们家事儿不用你们管。你都有有毛病，你们都。你们都有老那天，他着啥样你们知道不？你们回家伺候他一天去。不是他伺候他2天，你们再说话。他岁数大，他都那样，都作。都老年。有你这么作的吗？等你老那天，真要有人这么对你呢？我不能像他这样没文化这么作。那你死去啊！那你走不了那天，你死去啊！真都那样。我们长那么样，给我折磨死了。我们现在不是死，不是活人，知道不？家都那样，真的。没这么多大了，都这种事儿。我这说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慢点推着他就整。多大岁数了，你这么推他？你整，你来整了，你来整了。我整不整，我也不太像你这么整的。我知道你家放屁，就你放屁啊！哎，好，大家看一看啊，就这么对一个老人啊，真有事儿呢。他妈给我发到他妈外国我都不怕，他儿子在国外呢，操！国外哪儿呢？都有老那家，都那样，真老。